製衣廠唔再只係製衣，讓企業成為關顧員工生活，令到社會環境變得可持續發展嘅地方。十餘園區。一行到入十餘，你冇發現到周圍環境設計嘅變化？當然啦，你睇呢度大片嘅竹林，呢度唔單止係景觀，更加係園區嘅環境心臟。竹子生長快速，可以淨化空氣，而且堅固耐用，係極佳嘅可再生能源。園區就地取材，將永續嘅理念融入喺建築同埋環境之中。講到環境，我仲注意到園區裏邊就係得排車嘅規定喎。係啊，呢個係綠色交通政策嘅一環。園區裏面只係允許新能源車進入，為改善區域嘅空氣盡一分力。所以十餘其實唔單止係一間做生意公司，更係一間為環境負責嘅公司。除咗環境，我覺得公司對人嘅照顧亦都令人好深刻。例如呢個員工餐廳 Dining 2.0。冇錯，呢度好重視員工嘅健康同埋體驗。我哋可以透過手機 App 提前咁落單，省去咗排隊嘅時間。更重要係餐廳提供咗營養均衡、味道良好嘅餐食，讓大家可以喺繁忙工作之間方便咁樣享受到健康美味嘅一餐。衣食住行，除咗食仲有住。十餘嘅員工宿舍龍光家園面積寬敞，租金便宜。另外宿舍亦都設有唔同嘅娛樂設施，例如卡拉 OK、乒乓波台等，俾員工休息。而且仲可以供親友入住添，員工喺工作同埋生活之間就可以得到平衡，咁樣就可以令員工之間嘅關係更加親密，社區更加和諧。肯定是會的，因為你要推行一些政策的時候，你肯定是要跟他們說你的背景、你的用意，才可以更好的把他們的這些思想觸達到員工他們的一個身上。所以是會講，對，會通過一些會議什麼的去給他們傳達。喺參觀十餘嘅工廠同埋佢嘅生產線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發現到佢嘅工廠同埋寫字樓都係處於同一個空間，反映到十餘園區透明嘅管理機制。同時，十餘亦都秉承住道德操守、立足企業、服務社會嘅觀念，並以例子篤行、有所作為嘅願景，反映到十餘遵循商業道德同埋法律。今日走訪落嚟，我哋可以睇到十餘園區喺 ESG 3個層面都有具體嘅實踐。係啊，正如我哋所體會，十餘其實唔單止係間做衫嘅公司，更係一間為環保負責嘅公司。同時，佢亦都喺社會責任同公司治理上努力為員工創造一個更健康、更透明、更被關懷嘅工作環境，正係落實永續發展每一個細節裏邊。